更年期早更症状：胸闷、情绪不稳定、易怒、性欲低落。有计划生小孩吗？哦，现在没有那个计划，顺其自然，反正还有时间。你没有时间了。更年期啊！他没有说更年期，他说卵巢功能衰退会提早停经而已。这是早更啊！对，你再讲大声一点好了，再大声一点哈。那医生一定搞错了，我才40岁，我那么年轻。好啦，不要说我不关心你，帮你查了。更年期早更症状：皮肤干燥、热潮红、盗汗、胸闷、情绪不稳定、易怒。系啊，这上大条的，陈嘉玲，性欲低落，性欲低落。哈，我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那么好，那么年轻。干嘛？丢脸啦！你干嘛啦？陈家明，我喜欢你没错。会啊，但是啊。怎么办？无啦，我看到了这个。去哪呢？你去哪了？怎么会是我去拿？应该是你去拿吧？哦，你们去，那女生去哪？那个雨伞在看我有点没办法。还是算了。那选诺了。我要走了。那阿弟就。